我要我要目上山，我的帮助对倒落来，我的帮助对耶和华来。伊是创造天地的，伊无要互你的脚摇错，保守你的脚脚无顿眠。看呀，保守以色列的也无顿眠，也无困去。保守者是耶和华，耶和华伫你的正边做你的印影。日时太阳无伤你，暝时月亮也无害你。
耶和华要保守你，免受一切灾害。伊要保守你的性命，日出日入，耶和华要保守你，对即时到永远。圣诗，咱来起立念全首，圣诗139首。救主耶稣基督。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咱的主，为人开，对在世路满言出世，亦对主伫六个人来受苦，顶十字架死，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世人永过活，天下地大伊要去遐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公共的教会，做着相通，做赦免，上帝落我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现在请坐。接咱偏开启应文第64篇，咱三家来启应。亲爱的兄弟啊，毋通受欺骗。伊无改变，嘛无天体转世引起的影。依照家己的旨意，用真理的道来做咱，互咱伫受造的万物中有上重要的地位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着知，逐个人着急要听，毋通急要讲，毋通急要受气。因为人的生气，袂当实现上帝公义的要求。所以，着消除一切懒散的习惯甲惯惯的邪恶。
着用温柔的心接纳迄个种伫恁心内会当救恁的道理，着用道理，毋通骗家己讲简单听道理就好。但简单听道理无去实行的人，就亲像人照镜，看家己生做啥款，家己亲像看了后一个离开，随时袂记得家己生做啥款。毋过有着详细查考，互人得到自由。迄个完全的律法，阁有伫坚守的人，伊的所做一定会得到上帝祝福，因为伊有实在去实行。毋是听了就袂记得。若有人想讲家己真虔诚，毋过无控制家己的喙舌，是咧欺骗家己。一个人的敬虔拢无路用，照顾孤难中的孤儿寡妇，搁保守家己无染着世俗的腐败，对被上帝看起来，这才是纯全无缺点的虔诚。对上帝看起来。对被上帝看起来，这才是纯全无缺点的敬虔。伫被上帝，阮阿乐感谢你，伫即个礼拜，互阮有即个全能的时间，甲你相甲伫地。阮知影，阮的帮赞。对你来，你也保守阮伫即礼拜有你的保守。阮伫平常时，若有任何会得罪你的所在，恳求你用你十字架顶的宝血来洗净阮，互阮通好伫你的面前无任何的罪过。刚好徛伫你的面前来服侍，阮来祈祷奉靠主的名，阿免。咱来报告，今仔日是高雄精神团契主日，咱欢迎潘志豪牧师前来请安讲道募款，并且兄弟约为感觉福音事工奉献代祷。第一点，原定伫8月2號召開的中執會，因為陳牧師參加訪韓聖會，改伫下主日8月16日下晡3點半，伫1樓副堂召開，並且全體中職出席參加機構省長甲東港列席。第3點，小會公告，同意本會信徒感受日姊妹成人會籍轉出甲東部中會大東教會。第4點，下主日8月16日為中會所定社教社主日，敬請兄弟備萬心為教社事工奉獻代禱。本會定伫8月22日禮拜六上午9點甲下晡6點。舉辦好牧者營會，地點佇副堂，並且有報名的兄弟，會當未納報名費的，請到辦公室辦理。本會佇9月11日禮拜5甲9月12日禮拜六的暗時9點。要來佇敬拜中心舉辦全能精神營，對象是本會受洗會員、文道學校上期的學員是必修，
费用学员600块，包括册钱甲点心费。囡仔200块，请伫8月31日进前用 QR code， 也是向办公室来报名。具体消息，合作社本主日第2场礼拜煞伫地下室中会议室召开理监事会，请各位理监事出席参加。租客贷款专案利息0%，对即时到学会每学期贷款的金额满10指受理，敬请读本国政府立案，公私立学校的社员有意愿贷款的，通向合作社来办理。告解消息，请牧师。高雄中会团导部伫9月初5拜六早起8点半到12点半举办这个中职加信徒的训练会，讲师是萧义锡牧师，说的是现代教会灵性关怀，地点就是伫咱的教会，请咱兄弟甲信徒会当踊跃来参加，费用是100块吼，请大家伫8月23进前办公室来报名参加。第2点。万国敬拜俄乐学校定伫8月23甲24，到25吼，这个有伫早起7点到10点，举办主题是我比信徒中详细较细，请大家伫地点就是嘛是伫咱这附近尔，伫高雄大学，新年是4000块，学生是3600块，儿童是3200块吼，欢迎大家。欢迎大家办公室来报名来参加。第3点，高雄电话教车部伫8月31到9月初1号举办南部防灾式培训的课程，对象是牧者团队专科以上，有3年救灾经验的老青壮年。地点伫德和教会，费用是300块，欢迎兄弟伫8月16办公室报名来参加。好，以上。请咱来献开咱的圣经。今仔日要共读的圣经伫马太福音第13章，第52节到58节。伊安尼甲因讲，所以见若经学士做天国的学生的，是亲像家主对伊的库房提出身躯的米来。耶稣已经讲互因比喻明白，就离开因，到伊的本乡，伫因的会堂教示因地教因仰望。讲，即个人对打落得到即个智慧，甲大家道的权能啊！这敢毋是目睭的囝吗？伊的老母敢毋是叫玛利亚吗？伊的兄弟雅各、约瑟、西门、犹大吗？伊的姊妹敢毋是拢甲咱3个弟弟吗？安尼，即个人对打落得到这一切啊！因着亚善伊，若是耶稣讲，因讲，甲伊讲，先知伫本乡本家以外无尊贵。耶稣伫遐无行做权能，因为因无信伊。而落，咱请上联圣歌队。
讲到咱请潘牧师题目是传承甲更新。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主，互咱搁一届伫教会当中做伙来敬拜上帝。有一届我去到一间教会，迄是我的学弟，伊嘛是新汉院毕业。然后伊个介绍我的时阵，伊就讲欢迎高雄精神团契加即个牧师我的信仰前辈，伊头前讲拢无问题啦吼。学长伫加服侍做牧师拢无问题，但是我听到信仰前辈这4字的时阵，我感觉我真袂堪值即个称呼啦吼，因为咱讲信仰前辈，伫我心中毋是讲年岁有吼，就叫做信仰前辈，毋是讲头前较白，还是讲我毕业较久，还是讲我的服侍时间较久，我会当成做人的信仰前辈。信仰前辈对我来讲是啥物？信仰前辈是真正有传承，一什物款的传承？就是好的即款的信仰的模式来传承。阮真细汉就搬到台北，对阮阿嬷的信仰完全无了解。久转去一届过年的时阵才转去，暑假的时间转去休热2、3天、3、4天，就转来到台北。有时会家去教会，但是对阮阿嬷我完全毋捌、无识。无了解伊的信仰，就是知影伊的信仰是伊逐工早起5点外会起来读圣经，读白话字圣经，真敬虔、真认真。总是伊无甲阮讲伤济到圣经的故事，伊也无讲足济圣经的大道理，也拢无。印象上深的是。大概咧过年食饭的时阵，规桌顶拢是真好食的菜，枵甲要死。但是我阿嬷讲，咱做伙来祈祷的时阵，娘话迄祈祷甲有够长的啦。每一个都爱祈祷甲有点名点着，但是点着佫毋对的时阵，佫看者，迄落伊孙较济嘛吼。迄落看我的名讲，你是。你阿龙还是仁啊？阿嬷我阿和，阿和你是我经义的囝，我知啦。伫保守阿和吼，就是迄个经义的囝吼，伊会当较乖的，我倒位咧歹，保守呀，伊祈祷线一连祈祷线，每一个甲点名祈祷线，我甲你讲真诶。要20分钟，好枵甲要害。你有这个经验无？有无？你有每一个人拢爱点名来祈祷无？有嘛吼？然后伊是足惊阿嬷祈祷呀，阿嬷祈祷的时候，每一个甲点名祈祷的时阵，好枵甲要害啊！阿嬷有啊，紧的啦。但到年岁愈大的时阵，转去的时阵，听见阿嬷祈祷。我才知影讲，伊毋是只有过年的时阵，迄个时阵才敬虔来祈祷。伊毋是只有逐个主日的时阵跳过伊祈祷，互你听。伊毋是逐个转来的时阵才认真咧祈祷。伊老花看无清楚，然后伊迄个圣经拍开。写了甜满满伊个圣经个笔记，阁有每一个人个名甲相片伫内面。这是到我上落尾一届转去花莲，伊个告别式个时阵，牧师甲阮讲的，伊甲伊个圣经摕出来，甲阿嬷圣经摕出来，然后去教会外口的迄个公布栏顶面，看到足侪阮阿嬷个相片。然后摕落来，互阮看讲，这是恁阿嬷，伊开杂货店，总是伊大概拢会摕汤仔饼仔来分互囡仔食。总是伊真关心儿童的发展。
伊虽然70几岁，总是伊照常咧关心儿童出去学，咧讲故事互囡仔听。我一直咧想，为虾米我阿嬷无讲圣经故事互我听？无讲你坐，我讲圣经故事互你听。因为我落尾愈来愈了解，愈来愈了解。伊感觉用讲的、用做的、用换出来、用实践的，比讲的搁较有效。大概来阮厝年前送香无钱的时阵，阿嬷大概来的时阵，拢会赶米来，摕鸡仔来。你知影以前要坐火车的时阵，要赶一只鸡，然后要即个赶米，赶一堆物件来阮兜，迄是偌困难的代志。一个自强好700几箍，伊拢坐上班的车，慢慢扩开台北。然后细汉的时阵爱杀鸡。伫台北，鸡仔摆后壁，阿嬷就讲：你好啊，迄鸡仔去杀杀的，你敢敢？毋敢，我就摕BB串，因为伊也无甲我教阿嬷杀鸡仔，入去啊，因为啥？鸡仔，伊咧杀鸡的时阵，迄骹是毋是爱甲绑起来？袂顶袂当了啊！入去的时阵，你去杀鸡仔，爱会记放血哦，搁摕一碗公呀。你知为啥摕碗公？你血袂爽啊？美血嘛，对无？毋是去要甲我门庭天使来看到，哦，这啊跳过，毋是。哦，好，入去倒仔摕入去，好跟拼。结果看阿嬷，我毋敢，杀鸡都毋敢。伊无甲我教，但是我看到伊手起刀落的时阵哦，阿嬷有够厉害。所以今仔日的题目，咱先来读，咱的题目是啥物？预备来，传承甲更新。好，咱来读经文。预备来，默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就是天地都废去了，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，都要成全。所以传承要传承什么物件？伫甲甲时间如果当顶个长。当初是伊的朋友问伊讲：顶下长啊，敢有人愈乖愈好？伊讲有啦，但是足少啦。所以伊愿意入去到家家内面来传福音，因为伊相信福音是互人生命改变的一个真重要的一款的快乐福音。所以，阮入去的时候，我上新生命班甲稳定班。一直咧上，大概拢有新的同学来，新生命班是互未信者来。大概来，然后说咧以后，我甲讲，阮就是预防犯罪，预防犯罪啦。什么叫做预防犯罪？我只有一个要求，伫家家内面的时阵，莫违规；出家家的时阵，莫转来。我只有这个要求，因为法务部讲，若是关过的人7成到8成会阁转来关，愈关愈久。所以真正生命爱改变，你才较可能会当完全离开家家的即款的生活。传承是啥物？所以传承爱承认过去所发生的代志，无论好歹，拢真做咱心中的养分。所以咱的信仰爱传承，爱承认咱过去所做的一切，无论好歹，咱爱得救爱先认罪悔改。咱爱得救，毋那是认罪，也都爱悔改。咱爱得救，毋那是讲只有记着好的一面，嘛会当反省咱无好的一面。咱的信仰毋那是伫好的地界，伫即个所在敬拜学乐欢喜跳跳，毋是看见着即个人生命更新的部分，更应该看着伊为虾米伊生命会当改变遮济，这是传承。无论承认过去发生的代志，无论好歹，才做咱心中的养分，然后咱来改变、改进。
你如果永远没有认罪悔改，你不承认自己做错过的事情，你不会有更新啊。所以更新是啥物？咱做伙来读，预备来，认知加关系更新，认知跟关系的更新。所以牧师常常讲一句话：破坏形象就是破坏关系。破坏什么关系？信任关系。破坏形象就是破坏关系，就是破坏信任关系。我妈妈常常讲一句话，我听了就爱笑。拜托诶，老歌互探听诶，你有听过这句话无？还是无？你外国，你阿根廷转来？有嘛？你有甲你囡仔讲过这句话无？拜托诶，老歌互探听诶，对无？有听过这句话无？还是你有讲过？有嘛？对无？拜托，咱讲有呾听，嘛人要来探听啥啦？啊，你若要娶某的时阵，人会探听啊。你这个人到底是安怎？看你是三角六巧，还是真动的查甫囝啊？拜托，你出去做代志，流汗互探听。所以破坏形象就是破坏关系啊！破坏什么关系？破坏信任的关系啊，对吧？牧师大因讲，恁都爱固守恁的喙，固守恁的喙齿，一切误会的话拢毋通讲出嘴。但是吼，我讲鼓励哦。但是到结束以后，我去甲楼骹看到人对我讲话无礼貌，我随着大声嚷啦，大声骂啊！你感觉我讲的话，我讲的都敢有说服力？无嘛？敢毋是？这是毋是破坏形象？对吧？是毋是破坏我甲你之间的关系？对嘛？是毋是破坏信任的关系？对吧？啊，所以就讲，讲的甲做的爱共款啦。做讲的甲做的，互人听到甲看到完全无共款的时阵，害啊，食力啊。所以认知甲关系的更新是真重要，认知跟关系的更新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第一点，传承就是过去无论好歹，咱爱信任咱所做过的代志。我甲所有的修行人讲，咱就爱认罪悔改。我牧师有啊，认啦，所以我才会遐关20-30年。我讲关久无代表讲你真正知影你内面出啥物问题。所以传承甲更新是真重要的代志。伫教会当中，伫咱的信仰当中，伫咱甲上帝关系当中，完全无共款。所以更新是啥物？咱对上帝认知甲关系的更新。有一个物件叫做情绪勒索，情绪勒有听过无？有吼，咱来读好啊，咱来读一下预备来。情绪勒索是一种在亲密关系中常见的心理操控策略方式，它是操控者无法为自己的负面情绪负责，因而利用被勒索者的恐惧、责任感或罪恶感，迫使对方做出违背自身意愿的妥协。所以情绪勒索，我常常讲一句话，贾博士讲的，毋是我讲的。伊讲一句话讲，毋通讲白贼，因为你欺骗的永远骗着相信你的人啊。有听过这句话无？但是牧师常常讲一句话，讲莫勒索，你大概勒索着爱你、听你、关心你的人。你要冤仇人，你甲勒索靠好。你若莫听我来死死的，你死死的好啊，紧嘞，紧死死的。你若莫听我对这跳落，啊，紧去跳。但是对你、爱你、听你，你厝边的人，伊会关心，伊会烦恼，伊讲好，莫调咱好我讲好无？拜托的。但是这款的情绪勒索不断出现伫教会，不断出现伫咱家己的教会，咱家己的信仰当中，不断出现，要达到这种的目的呢？
这个不能讲吗？白色恐怖吗？我要瞄准谁？要瞄准家辉哦。道德勒索，咱做来读，预备来。道德利用高标准的道德价值观或大众舆论来强行施压他人，强迫对方做不愿意做的事或接受不合理的对待。常见的特征包括“你应该为你好”等语句。所以我讲年岁大信主久，无一定真做信用前辈。我常常听到有人讲，我是恁爸爸呢，我恁妈妈呢，我恁阿公呢，我恁阿祖呢，我恁什么人呢？你爱叫我啥？然后咱就来甲要求。但是你感觉家己有做啊，讲互人会当学习，真侪人学习的对象。有一个修行人，伊会判官说甜，啉面拢是食酒开车，拢食酒，食酒倒喺路边，食酒起酒声。伊看到我的时阵，大概来甲牧师讲话拢是无愿意的。迄有愿意的吼，甲无愿意差足济走。有愿意的，伊就想要改变啊，对无？伊当然莫讲啊。强来带来遮甲我讲话，迄面拢凹凸，拢情绪拢无好，安尼。你看，你去看，你去买迄个，你若是去买咧中昼买便当。拢啊笑面，头家鸡腿饭啊！你自愿去买嘛，但是去帮人买，骑车骑遮久。我想有一摆我去帮吴师娘去买饭，伊就讲，我想要食迄哇足远的呢。我想要食，伊想要食我就去啊。我讲不要紧，你想要食啥？伊有一段时间拢无食欲嘛，伊想要食啥？较远我嘛走去买。结果我就走去买，骑车骑足久，到的时阵，我热，到的时阵我流汗。我去买的时阵，面凹凸凸，毋是我要食的嘛，别人要食的嘛。然后买转去的时阵佫惊冷去，我讲后轮太冷，叫食2喙，食袂落甲囥的啊！哇！我去以色列啊！你听啥？你听啥？去以色列圣地嘛，去圣地，我去圣地，我讲咱遮辛苦，骑车来回要40分钟，你甲我食2嘴，讲袂食，人艰苦食袂落啊，敢毋是？伊嘛就想要食，吞袂落去嘛，对无？所以讲，人迄自愿甲无自愿的，迄差足济。来迄面凹凸凸，然后摕来，一指也靠伫遐。无错，我食酒啊，开车这就是我。然后一直转家己胸腔，我讲，但是你即个离开，伊是因为家暴呢，拍你妈妈。然后来家己转去家己胸腔安尼。你莫阁转啊！你创啥啦？我就无落音。我讲为什么你讲你家己无落音？无落音。拍妈妈！我甲同学讲，你为啥遮生气？我妈妈，我甲杀，伊跋倒。为啥你杀恁妈妈？我妈妈食药啊，食酒，逐工甲我摕钱。我伫工地上班，伊是真正有工夫的，一工头啊3、4千块。我妈妈一工爱甲我摕4、5千块，我家己一工拿20块的，咱生活尔。自细汉伊甲我搭呢，到我国中的时阵，伊甲我接转去。我国中学乌师啊，
到今仔日我会当有伫公司伫工地咧上班，但伫高中开始家己甲我摕钱，到即摆40几岁，哇，足甜诶！但是伊真正讲家己讲得一大难。我甲讲，你要改变你食少的问题，是爱先改变你甲你妈的关系。啊，为啥你即摆会夹杀？阮妈去甲阮头家借20万啊！阮头家讲，阮妈甲头家讲，我若是无20万互伊，伊会用托卡金啊，伊欠钱。阮头家摕20万互伊，我讲头家真实咧，这钱我慢慢啊还，靠我薪水慢慢啊还。头家讲好，第二届搁来搁借30万，我讲头家真实咧，头家嘛真了解我，让我心情郁卒啊。我转去看到我妈妈药啊食甲安尼，伊伫遐报警察甲掠，伊甲我讲你不孝囝，报警察掠恁老母，啊掠公要甲我拍，我来甲杀，结果我用告家暴，我妈妈关我嘛着关。情绪勒索跟道德勒索都不应该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因为它只会勒索到在乎你的人呐。还有一个叫做信仰勒索，用圣经的话语来给你顶，用圣经的话语来给你要求，用圣经的话语来给你要求。但是耶稣讲，我来不是废去律法，是来成全律法的意思是讲，我不是讲了要做互恁看，毋那是看恁经验着，然后你学习我来做。所以上歹改、上无容易改变的，就是啥物？这叫现实治疗方式、现实治疗法。伊讲了种好，咱的人亲像一台车，前轮是行动，两轮一个是行动，一个是认知思考。你只要甲前轮小转一下方向的，你的感觉。你的这个生理的感觉，搁一个搁一个需求，都完全无同款啦。你的讲较明白的，就是讲，你的认知甲行为，你若小改变一下，你的感觉甲别人的关系就改变啦。所以我讲，你爱改变。你甲你妈老母的关系，你袂当搁互伊一工4000、5000、20万、30万，你直摕你爱换一个界线。你要解酒，就是来换一个界线。迄阮老母咪对啊，但是你家己爱换的，敢毋是？你摕钱互伊，拢去食药啊、啉酒、黑白乱。啊，所以你的认知若是改变，你的行动若是改变的时阵，你的感觉、你的想法，甲你甲伊的关系就改变咯。再画一条真清楚的界线，传承甲今生就是心灵。我过去做毋对，我认知毋对，我行为毋对，今生是新的方式，新的方式是对咱信仰内面一个更新啊，新的方式啊。咱的认知爱改变，咱的思考改变，你要转一个向以后，你的感觉就无共款啦。原本气甲要死，来啊，转胸孔，啊，甲气甲要死，佢死就好啊。啊，然后家己心中家己啊，然后甲妈妈关系嘛无好。但是咱的头壳仔的认知若是改变的时阵，行为若是改变的时阵，你后壁都改变咯。所以真正的门徒，伊捌什么叫做心甲骨并存？好，咱做伙来读这个经文，预备来。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，向家主从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。心甲骨拢是好的物件，新的甲旧的拢是好的物件。文士伊是上了解上帝话语的人，但是伊了解一半。什么叫做了解一半？
就是讲伊若头壳了解，心无了解。伊敢若听，敢若写，但是伊无法度做。但是心甲旧的物件，就甲旧约摕出来，然后目睭看着新约，目睭咧看圣经，然后心咧看新闻，然后伫教会聚会，出去以后，咱有新的一个行为，传承甲更新，更新变化。我定定就爱用即个比喻来讲，5月即个时阵，咱的冷冻库内面拢有真侪肉粽，敢毋是？对无？我妈妈细汉的时阵，我拢对5月节食到中秋节，中秋节食到春节，过年，对无？你有即个经验无？规冷冻库拢肉粽，无恁无朋友送哟？有啦，对无？好啦，无啦，歹势啦，无就无啦吼。你拢迄工你就食了啊？有啊，有时。小时候啦，即马较少啊嘛。我细汉的时阵，我妈妈讲：“妈，今日要食啥？食肉粽。”我拍冷冻啊，拍开甜牛肉粽啊。阿妈佫会加一句讲：“迄旧的先食哦。”好，旧的啥了？敢若考古你知影？喂，上内面迄粒一定是上旧的啦，上内面迄粒甲挖出来。然后我妈妈佫加一句：“鼻看妈有害去无？”我问你啦，我问啦，你迄片无顺利，迄片你片会出来，迄冷冻的肉粽你片会出来害去无？片起来嘛是种芳芳，有害去无？芳芳呢，佫肉粽味呢，我摕放落吹啊，放落电锅吹以后摕出来加牵死害去啊！你有这个经验无？有没有直播？可不可以直接照我们的会友无老险？有啦，对无？大家拢有这个经验嘛？牵死害去啊，有拢放伤久啊。伊毋讲冷冻就袂歹去，冷冻照常害呀，因为我食足侪牵死的肉粽去。我牵死哦，有臭酸无？牵死，有苍酸无啦？牵死，无你有臭酸无？佫芳芳，食了哦。真诶，真正我甲食了，食去诶，害去啊！但是我甲食足侪个牵死肉粽。其实足奇怪呢，哪老哪大箍呢？我的肠胃毋知啥物做的。哟，所以就讲，咱的信仰若是甲冻起来，敢若冷冻啊、肉粽啊，放伫迄个所在摕出来片芳芳啊，佫啊放伫里边无效。其实啊，透过信心的感动啊，信心进入咱的生命当中啊，就亲像电锅迄个火甲水共款，吹落以后拍开后，好啊歹。你检查家己的信仰，毋是干那甲放伫冷冻库啊，摕出鼻看卖啊！爱信心的更新，透过即个水，圣经内面讲水甲火就是信心嘛。你甲吹落以后，才有芳味，才知影讲在内面到底是做啥物嘢。所以阮牧师娘讲一个真好，伊甲我咧讨论的时阵，伊讲。做未来这代志真好，做未来，谈的什么？听得懂吗？做未来，坐月里不是坐月子，坐月子这个事情很好，它本身有很好的，可是也有迷信的部分，例如说不能洗头嘛，不能洗澡嘛，喝水要喝什么？对吗？热水嘛。要怎么样，对不对？它有好的，有不好的。好的，我们把它保留下来。以前袂当洗头早是因为无烧水嘛。你若洗囝以后，身体较虚，若洗冷水感冒嘛，对无？你感冒的时阵，你敢袂当饲冷？无度饲冷啦，对无？所以讲吼，这有好的有歹的，拢爱甲传承。
所以不是身份的问题，不是身份。我常常人讲，我恁老爸咧，阮爸爸常常讲一句话，我恁老爸咧，我恁阿公咧，我恁妈妈咧，啊，大概若啉酒醉，就是讲一句话，我恁老爸咧，唔是身份啊。所以人生改变，真正困难就是咱的认知来改变，一个界线改变，生命的改变。可以，我现在是要按哪里？我就要做这里啊，我是试按一下啦。有啊，有。所以厝内的宝库有旧的爱甲收起来，新的爱甲修正，然后需要的时阵，拢爱甲提出来用，提出来用。认知的改变是上困难的改变啦，想法改变是上困难的改变。伫第二次的世界大战当中啊，美国伫中南美洲有足侪军事的即个单位，遐拢是原始丛林，然后足侪土著啊，原住民伫迄个所在看到美军，哇，迄飞机落来就哒，然后后壁迄个门拍开，然后就开始送物件来，哇，搁有巧克力啦，搁有金蕉啦，搁有胖啦，搁有肉啦，搁有啥拢有安尼啊！哇，然后遮个美军对遮个原住民真好，咱甲因分享啊，甲因换食，甲青的即个水果啊，甲青的即个物件来食，对无？你逐工食罐头嘛袂用。直到战争结束以后，遮个原住民吼。所有的飞机拢飞走以后，遮个原住民真怀念，讲吼，阮以前吼有一只大只鸟仔对天顶落来，伊个迄个尻川拍开吼，在面足侪食物的。结果吼，因就用竹仔甲椰子壳做一个敢若飞机即个形的即个形体，然后用火把。插满伫遐个所在当做跑道，然后逐工来遐摆迄个飞机，来遐摆。望这个飞机有一天会当飞起哩，落来时阵，对伊后壁的好所在拍开，搁足侪食物。你感觉有可能无？因为因敢若学着一个形体、一个外表的物件尔。因摆的是一个外表的物件尔，因无了解讲一个飞机爱飞起的时阵。需要读足侪册，需要学习足侪物件，然后要落来时阵，伊需要真侪物件。但是咱的信用若是诚做即款的信用，用竹仔、用椰子壳，只有外表，只有伫参加聚会，只有伫来参加遮的物件的时阵，根本无效啊！为虾米？因为咱无内在啊。需要时阵，咱无甲收起来，咱也无甲摕出来用，真拍算。今日教会嘛是安尼，旧的是啥物？旧的有好的，咱做伙来读，预备来，圣经真理、信仰传统、真人的见证、祈祷生活、十字架，遮拢真好啊！你甲传承落去，福音就是爱甲传承落去。所以我要求我的修行人，毋若是上课，我要求讲恁爱去带人来上我的课。为虾米？我讲你感觉上这个课有效？有啊。你爱带人来上无？好啊。拢带来，拢是伊的元首人。老师，我感觉这伊需要来上这个课。但是上以后讲，恁的观念有改变无？有呢，真正有改变。原本从元首人变做上课以后变做真好的朋友，这就是认知改变、行为改变，所以你甲伊的关系就改变。咱甲上帝认知改变，咱敬拜上帝行为改变，咱甲上帝关系就改变。新的是啥物？新的方法、新的科技、新的语言、新的敬拜形式，新世代需要。
所以无论咱唱什么款的敬拜的歌，咱伫华语的传统嘛好，伫台语的传统嘛好，拢是有唱教会啊。敢毋是？我常常听迄句，听迄条歌，我听了我那心内拢足欢喜，我欢喜着跳。吼，你知影迄条歌无？咱又唱教会之歌，又唱又唱，又唱又唱。哎，恁拢毋捌听过？就是又唱，对无？啊，看着又唱，啊，伫家仔内面拄着讲，你倒位人？南门区倒位又唱。虽然我们是有唱的人，但是听到温暖你，这是我们的家吗？这是我们的教会吗？这是我们共同的回忆啊！你记不记得？你把 YouTube 打开来，记不记得我们一起拍过那个就是又唱的 MV？ 记不记得？恩雅那时候拍，大家一起拍。记不记得那个时候70年的时候，我们的那个一系列的庆典，记不记得？你会记得某某姊，会记得某某兄，逐摆过别熟的时阵，咱都是咧怀念，然后团聚。然后若是有人升级起来，新的朋友、新家人 party 的时阵，都是新的方式，敢毋是？报道、门徒训练，啊，搁一个啥物？教会金三角、门训。布道，还有一个是什么？什么都忘记了。陈牧师现在正在韩国来受训忘记了。其实我也忘记了。好。所以就讲咱新的物件嘛，都是爱传承嘛，吼。所以重点毋是形式，是真理，福音永远拢袂改变啦。所以有一个修行人，伊伫内面最好笑的，伊就讲哦，伊就问讲，牧师，我伫是内面，我圣经看几落摆，愈看我火气愈大。我讲你火气大啥？伊讲吼，伊问三个问题，恁听看卖啊吼。伊洗了后，受洗了后，然后吼。我读真认真读圣经哦。伊问三个问题，第一个问题，伊讲，伊讲，咱一直敬拜上帝，永远归向上帝，到落尾，敢若叫做上帝变成啊上帝子民。你听好无？我们一直敬拜上帝，一直荣耀归给神，可是我最后得到是叫做上帝的子民这样子而已。但是如果我去修佛，我会一直修，我就会成佛。那到底是上帝的子民比较好，还是成佛比较好？我一直觉得成佛比较好，我自己做成神了。上帝的子民就上帝的子民，可是佛是佛呢？牧师，我就不是很开心啊。我读圣经，读，越读火越大，做上帝子民尔，一直敬拜上帝。但是我若信佛教，照早前安尼修行，我若真做佛人呢。去解说一下好无？你要我解说？简单解说一下好不好？有没有人要帮我回答他一下？恁听我讲啥？我的台语跟国语你们都听得到，还是我的台湾国语？要不要解释？稍微解释一下。如果有人问你啊，佛教徒，问一下，教众，我信佛教，可是你们这基督徒只是上帝的子民而已。那我会成佛，那如果我一直敬拜上帝，我会变成什么？上帝的子民，我还去拜好了。你们要怎么回答？信仰生命会改变，会变成什么？
以前不好的习惯，信佛，我不好的习惯也改变。我有生命，我还活着，会吃饭。时间不够哈，所以我要赶快讲，因为我们还有第二场。对不起，我们长老，我们讲到几点？9点了。好，我们来做结束祷告。真的、啊，到9点而已。9点多一点点，然后我讲完。我来甲讲，我讲哦，来2个顶学长，一个顶学长照进交通照积分。伊讲各位同学大家好，我看过大家的分数，啊，照分数吼，恁著升级去伫4级、3级、2级、1级，你著申请加息。吼，照分数来。吼，啊，第2个顶学长来讲，各位同学我看过大家，甲大家讲话过。我知影恁是真正是做伙来刷落来刑期，我来替恁担，恁即马自由驾驶出去。吼，但是驾驶出去无代表讲你会当搁犯罪，你若搁犯罪，你会搁倒来。无论如何，无论是第1个顶学长还是第2个顶学长，你出去若搁犯罪，你就搁倒来。但是即个会当搁一概担保你受到刑罚以后，会当担保你紧出去。第2个，你的分数有交出去，你要倒一种。当然嘛，选第2种，佛教就是第1种，就是你的分数有够，你驾驶出去。但是第2种顶学长，伊是安怎？稳定互你嘛？伊真做上帝百姓，你得着头房，得着真正的自由啊，敢毋是？所以讲，问到这个问题，伊讲哦，原来是安尼，我了解啊。落尾我讲这个故事做结束，因为安尼时间无够，我后壁阁有100几场对吧？好。如果你们想要听这个接下来的，欢迎参加第2场礼拜。哦，咱有一个我落尾讲一个故事，等下甲讲。有一个人伊就是讲修行人一来的时阵，伊也犯真侪罪，伊来的时阵，伊心内真艰苦。因为伊就是讲照顾因阿嬷，照顾伊家己一个照顾。因爸爸很乖，但是因爸爸常常要求伊讲，伊爸互判刑卖药互判刑30几年，大概会敲电话互伊讲，恁阿嬷互判病，你拢无有效性，日老甲骂，恁二姐死去，你因爸倒落去，常常拢啥物拢是伊的问题。我较痛苦的，我讲。开你拢食酒开车啦，伊讲，不是我真有较痛苦。我老爸安尼，我厝里安尼，我逐工做事，我的钱拢无够用。我甲讲共款的问题，我讲要解决你食酒开车的问题，就是爱改变你甲恁老爸的关系，爱改变，爱有新的关系，爱我有一个界线伫迄个所在。拢是你咧处理，迄应该是顶一代处理的代志，但是等甲你一代啦。伊伫关伊无责任，但是你伫外口，你责任伫你的身躯。虽然有责任，但是大家爱做伙来负责任。你爱听伊的话，照顾阿嬷，但是你嘛毋通听伊的话，完全拢把时间拢囥伫病院当中，毋通安尼。你爱活出你家己的生活来，活出你家己的生活来。所以传承甲更新。就是咱的想法，咱的认知改变。咱第1点，咱的委身伫教会当中，你若无委身，你讲这拢假的。如果你没有委身，你讲这些都是假的，因为你只是批评、论断、分党结派。保护教会就第1步就是传承甲更新，委身伫教会当中。第2点，咱袂当用世俗的观点来去看教会。前面有做成功，我知有一个宣教师威廉波登，引导进步，但是伊到伊18岁时阵，爸爸送伊一个礼物，就是去亚洲去上课，去旅游。然后
伊看到亚洲迄个时阵真芳真落后，所以伊决心诚做宣教师，决心诚做宣教师。等到美国以后，因爸爸讲你爱接即个咱的家族的事业，伊讲无爱，因为伊要诚做宣教师。然后伊去读神学院的时阵，伊爸爸送伊一本圣经，伫圣经顶面写 “no reserve”， 就是毫无保留，要献互上帝。然后伊伫学校内面，伫耶鲁大学内面的时阵，伊一直不断参加祈祷会，引传真侪同学伊生命、灵命的更新。然后伊去读神学院的时阵，普林斯顿读神学院的时阵，伊写第二伫个圣经写第二专题，伊讲啥呢 ？No retreat， 就是毫不退后，永远无退后。但是伊到毕业以后，伊去中国宣教，25岁，伊破病，得着脑膜炎。等伊死去的时阵，伊伫伊的圣经啥物顶面讲 ，no regret， 就是毫无遗憾。25岁就死去啊！但是照世间的想法来讲，这个人死去可怜。但是照咱即马属灵的想法来看，伊引带侪人真正宣教师完成伊宣教的梦想，传承甲更新。伫咱的教会，我永远毋是来讲工甲事工，我也无想如讲，你若是只有去募款，真拍算。去教会，咱来去做教会的信仰，特别尤其是我的母会，咱爱传承好的物件，更新咱的信仰甲传福音的模式。所以，阮伫10月18有即个餐会，然后伫即个10月8月27换一个祈祷会，所以我会继续来。邀请大家会当继续来参加遮个活动，咱参加来祈祷。特别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你互阮有即段时间会当做伙来领受你的话语啊恩典，愿你来帮助阮，阮会当搁一届来传承信仰，更新阮的生命，互阮一届搁一届，阮会当不断来改变，阮的认知行为会当有好搁水的见证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尊名，阿门。咱来回应，请咱起立来吟回应诗550首，我做祈祷兵丁。就像是
咱为着咱刘英兄这诚济条件，咱坐咧祈祷。咱爱为着咱的教会当中所有肉体被听软弱的兄弟做伙来祈祷，求主的医治，为因无法度来教会主被即人看直播，也是讲无法度来教会心情毋茫会当来教会。所以咱求主来坚固伊的信心，也医治因的身躯会当得到完全的改变，会当得到完全的医治。求主来看顾，也互咱有行动力。咱真正会当继续来去定期来去探望，来去看遮个兄弟。人老的老，老的退化，总是咱的关心，会爱甲延续落去。毋通讲无来，咱就讲当作袂记住，是咱的长辈，是咱的兄弟，是咱的好的同工，咱做爱继续来为伊祈祷。咱为着咱的国际经形势战争会当赶紧来结束，来祈祷。因为伫战争当中，无辜的拢是百姓甲孤儿寡妇，造成足侪家庭的破碎，求主保佑。了后也爱请大家为咱台湾祈祷。就是最近的拄则或者迄个伊托米子，伫顶礼拜六伫高雄就是高雄尔，我知影就是掠着26件，食毒开车。所以这是真恐怖的代志，所以请大家来祈祷，祈祷讲咱的即个拄则会当减少，因为任何即个拄则拢是造成家庭的破碎。为着肉体病痛的兄弟，为着咱能持续来去关心，也为着咱的即个高雄、咱的台湾着毒品的问题来祈祷，求上帝来帮助，互咱会当真正看见改变。咱三甲出声来祈祷。因为上帝关照阮的教会的兄弟，教会的主的阮感谢你，来透过高雄的咱来了解，透过来了解，关注上帝的教会，是的。特别上帝，这是阮的厝，这是阮的家，这是阮的教会，这是你赏赐互阮做伙敬拜你的所在。阮有真侪信仰的前辈，有真侪美好的见证。当因伫软弱病痛当中的时阵，阮为因来祈祷，阮也有行动去探访。愿主你来帮助医治看顾，互阮不断传承好的信仰，听的行动，彼此相听，彼此关心。愿上帝更新阮的心，互阮会当有甲你有新的关系，会当不断活出好的见证来。阮也靠主的名，指斥这个毒品，命令全部离开台湾。这个毒品全部离开阮的家庭，全部离开学校，全部离开少年人的世界当中。愿教会兴起，愿上帝的子民百姓兴起。当阮耶稣祈祷的时阵，上帝你听阮祈祷，你就来改变这个社会的危机。愿主来保护阮的教会，阮的兄弟，阮的祈祷靠耶稣基督亲做名。阿门。所以咱要来奉献，咱就举办咱的礼物。今仔日是咱精神团契的奉献，咱有特别举办奉献录啊，请大家兄弟当来使用。
是听祈祷的神。阮也为着咱兄弟伫过去这一礼拜当中，受你的保守甲看顾，互阮有通有能力来趁食，也互咱会当有有得到够野的金钱，通好来过生活。阮也为着阮的兄弟有充丰富，充满欢喜甲生活来学乐感谢。我阮献上淡薄的金钱，用伫教会事工的路用，愿你接纳。阮咧共请祈祷，靠主的名，阿免。啊，这请坐。无，请咱继续徛咧，祝福差遣，咱来吟396首。做伙来领受上帝的祝福，愿耶稣基督恩典、天父上帝平衡信心的感动甲交陪，愿上帝小修事无无恩典、平安、健康、福气，充满伫恁对大到永世大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灭倒避讳。